自己識揀。書院篇，我係 Kevin，我係尖豆。我哋今日嚟到聯合書院。UC 咧每個 sem 最少要上3次 assembly 就自己 rec 嘅。咁講到 UC 嘅船咧，咁喺2011至12年度咧 ，UC 俾嘅學生嘅獎項獎勵計劃同埋經濟援助咧，已經高達1100萬，總共283個獎學金嘅。而當中最出名嗰個咧，就莫過於佢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啦。即係換言之，如果你係屋企第一個入大學嘅學生咧，你就有機會攞到㗎啦。UC Exchange 咧就叫做邁進地球村系列，係咪好聽咧？短期咧就可以去英國啦、大陸等等嘅地方參加啲暑期文化或者英文課程，長期咧就可以去奧地利、澳洲、法國、芬蘭、日本、韓國等等嘅地方㗎。講到 UC 書通嗰6 credit 咧，頭嗰2 credit 咧就係俾你 E1 上溫嘅時候讀嘅，咁主要都係聽下嘉賓講 talk 啊，然之後上尾寫篇 paper 咁啦，跟住有2 credit 咧就係俾你參與下社會服務啊、訓練嘅領導才能啊，或者係可以品嚐下葡萄酒咁嘅。咁仲有嗰3 credit 咧，冇錯啦，就係 FYP 啦。不過有啲人咧都會選擇咧透過參與書院嘅 exchange 咧就傳咗佢嘅。而家為大家介紹 UCA、UCB 同埋 UCC。呢度就係 UCB 胡拉啦，呢度最出名咧就有好多碟遮㗎。咁呢度就係湯石啦，咁好多書院活動都喺呢度搞嘅，例如院慶啊同埋大笪地咁啦。除此之外咧，仲有聯唱、聯賓、院長杯等等嘅活動㗎。咁喺山入邊呢個咧就係湯草啦，大家多啲嚟呢塊潔淨嘅草地度野餐啊！咁 UC 咧就大概有2400幾個學生，而4棟宿夾埋咧就提供大概1200幾個宿位嘅。而我身後面嘅咧就係百利行宿舍、湯若望宿舍、陳澤宿舍。呢度就有一部 lift可以由上面湯石直接落到嚟呢度和星對面嘅，由陳叔呢度行落去。經過和星，就係恒生樓啦。咁如果你想鍛鍊身體咧，都可以行恒生梯落嚟嘅。UC 嘅走讀生社頭嘅數目係全 CU 之冠啊！有2個。呢度就係 CU 唯一一間酒吧思源館啦。不過你就唔好諗住好似電視劇咁樣嚟夜蒲啦，因為呢度閂11點嘅。咁就聯合書院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啦，拜拜。UC 波啊，UC 波，UC 波，UC 波。